过来消息来看，宜兰县已经针对县内51个常常发生车祸的路口来进行改善哦。也毋过先继续嘛发现讲，有5个所在虽然已经有做改善，也毋过车祸受伤的人的人数甚至搁增加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已经有向内政部来争取经费，打算要搁开上千万来研究，找出减少车祸的办法。民众桥倒摆去路口，互汽车弄着，甚至有民众是轰动甲飞去，救护车随到现场处理，好佳哉是无人伤亡。要降低路口的交通事故，宜兰县政府是调整标线号志，搁增加行人庇护岛。对你这样增加一个，它有一个缓冲，不然你站在这个路上，车子太长时候过来的时候，可能车身就会碰到我们。民众认同讲要强化用路的安全，只是审计师的调查发现讲，县政府2021年完成51个路口的改善，其中是农路2段、旧城南路和中山路等5个路口，车祸受伤的人数所一直拢真悬，甚至是逐年拢在增加。以新农路2段、旧城南路和中山路来看，就算有科技执法，车祸受伤的人对3年前的5个增加到去年的20个。我觉得可能可以像台北一样设计那种，就是行人专用的那个思想，对。实际访问民众嘛认为讲，常常发生车祸的路口，车流量大，而且动线真乱，行人看起来是真危险。县政府讲，虽然一寡较做事的路口受伤的人是增加，但是根据统计，县内51个已经改善的路口，总受伤人数2冬来是一直在降，改善嘛是有效。那为了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路口，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原因造成它容易肇事？那县政府会提出一个这个分析的这样子一个计划哈。县政府说明讲，为着去真正了解较会做事的路口形成车祸的原因，已经向内政部争取路口车高程度的分析计划经费，要开1072万，甲警方为事故过度系统化，较好做事的路口事故车祸的分析，找出减少车祸的解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